咱台湾打算要甲印度签 MOU 引进移工，网络传讲有引进10万人遐济，佮讲移工会影响社会治安。对此，劳动部表示会照规划一步一步来开课，嘛强调讲10万这个数字是假消息。专业的舞者带来一段印度舞蹈，呈现印度文化的丰富度。代代读册印度人讲到印度，佫是骄傲展现的丰富文化甲人文。India's diversity and secularism, which is upheld and guaranteed by our constitution, is a source of immense pride. No other nation in the world can match the rich tapestry of cultures and the secular environment that India exemplifies. 根据统计，印度有1800万人伫海外生活、食头路、读册，尤其是工作上济。印度移工收入益助印度的发展。海外印度人的汇款，官方有记录的就达到约美金870亿啊，所以到外面去发展、去工作的印度人，他们也是印度一个很重要的外汇收入的源头。因为台湾要甲印度签署劳务合作备忘录，网络说一直风声引进的印度移工人数是10万人，甚至认为因会影响社会治安。如果一夕之间增加了10万人进来台湾，那我问一下，他们要住哪里？他们的交通怎么移动？对于这个劳工的素质，还有他行为良好的条件，也都要求一定要符合我国的规定。那最后，真的我们也没有外传的，马上要引进10万名的移工这样的说法。对咱球会澄清，劳动部也搁一摆表示，10万人的讲法是假信息，认知作战。对印度移工的引进规划，会用慢慢稳健不懈的态度，细致规划开放引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